Ella 右邊 ，Ella 右邊，係。企定，阿 Jasper 你攞翻嚟啊！對啊，要對啊呢個 ，Jasper 你幫手對呢個喂。加上冇其他賽，加上。好嘢，企定，前邊半場線 ，Jasper 唔使搶啦，半場線遮住得啦，出聲啊，實啲，接埋得唔得啊？接埋得啊！係，行前啲開大腳啦。係，好嘢。搞掂啦 ，Ella 拉邊啊 ，Ella 你右邊啊，拉邊。唔要傳啊 ，Ella 你右邊啊，對啊 ，Grace 對。出聲，好嘢 Grace，攞條波，攞條俾力，係俾力，係好嘢，搞掂啦過呢個，輸啊 Kara 左邊啊 Kara， 唔要甩下呢個，一搶輸啊呢個，話 Kara 左邊，話 Kara， 係，翻落嚟啊 Kara，Ella 你右邊，有機會搶球，係，唔傳啊呢個唔要傳啊，一傳就俾你攞波，唔要俾你攞波啊 Ella， 俾力，係好嘢 ，good。Jasper 幫手做到啲防守，係企定，Ella 喺 Jasper 企定，半場 Ella 拉過右邊 ，Ella 拉過嚟呢邊，係推啦，企定得，企定，可以射啊，係好嘢，係翻嚟 Jasper，Kara 翻嚟，半場，半場有掛，係 good， 記得你拉過嚟右邊踢。你望住7號話，一推過咧，靠一條波，佢就輸㗎啦。好好打，你手打啊！係推前 ，Kara 準備 ，Kara 要，唔要斷啦，繼續 ，Ella 幫手坐先。背脊右邊 Jasper， 右邊背脊右係 Ella 啱啦，叫 Jasper 落嚟啊！出聲，好嘢 ，good。阿嘉啦，提兩支啦，而家你冇嘢做就提嗰啲嘢啦，你提嗰啲嘢啦，而家你冇嘢做 ，Ella 你咪提 Ella 咯，邊個班8號啊？6號邊個班？你班係。係，喂簡單啲，要邊個7號攞波啊？攞幾多次啊？係，轉身，彈你去啊，贏啦，唔使驚，去啊，攞唔到波，係。哎呀，翻嚟 ，Ella 翻嚟，你3個，要俾7號攞波得㗎啦，就係咁簡單，俾7號攞波，佢俾7號㗎啦 ，Ella 半場先 ，Jasper 翻嚟啊 ，Jasper， 佢哋掹唔到人啊，你翻嚟啦，係啊，半場你得㗎啦，總之唔要俾7號攞波得㗎啦，你自己先帶波手 ，Jasper 你搶7號得㗎啦，定啲，係啦，7號1號冇中間啊嘛，佢唔中間啊嘛，左邊嘛，你唔知 Ella 嚟㗎嘛，你明嘛？對到未？快啲 Ella 出聲，快啲！企定，搶咗企定，要贏，好波，係。要埋，我哋波啊！波唔使心急啊！因為18秒係冇波係啊，所以要抽通。Ella 企定，睇住啊！嗱，有2個你提佢啊。企定 Ella 7號 Jasper 玩嗰隻，係推埋去，企定得翻嚟唔使搶 Jasper， 唔使搶啦 Jasper， 佢哋掹唔到後面啲人啊！唔好搶啊後面，出聲係好嘢，對啊 Kara 到你對啊前後腳防守路追到未？好嘢！揀得㗎，家姐揀得㗎啦，7號搶翻你個波啊7號！對啊，Charlie 要對啊Charlie！係 Jasper 唔使搶啦，佢哋掹唔到7號啊！你要落嚟幫手攬佢哋啊，知唔知啊？只要你上咗去搶咧，佢哋掹唔到7號啊！半場先得㗎啦，半場線你搶咗就反擊㗎啦，係啊，留翻一力啊！你幫手掹7號啊，拉住 Ella， 拉過嚟呢度，太入中間啦！我哋波慢啲 ，Ella 拉住沿住呢度踢，即係你咪踢右邊，沿住呢度踢。就攞個波 ，Kara 攞個波，係開前，左腳推前。7號啊 ，Jasper 望下背脊，7號出嚟好波 ，Jasper 左手，7號啊，係俾花冇問題啊，球證。慢啲，我哋波出咗啦，收波啊！我哋教球啊，家姐。我哋界球啊！我哋界球啊！我哋波啊！
抹到啊 Grace， 你抹到去前面嗰個啊，轉身推落去 A 男未住啊，射啦，有一射就射啦，係，好你睇人哋啊，人哋有兩個前鋒喎，人有兩個前鋒，人有兩家姐，你望後面人有兩個前鋒，係而家我上去啦，做啲咩啊要？我哋波慢啲，慢啲。喂，你哋想做啲咩？講溝通，係咪？呢場你見得㗎啦，抽翻住你啊！個抽翻住你啊！好，你唔係啊！你入中間，係啦，入咗一動腳，係佢個鬼啊嘛！入尾柱啦 ，AK 啦，係尾柱 AK 啦，地波收唔出嚟。企定，翻嚟 Ella 就住中間先，翻嚟 Kara 搬場先，係，翻嚟 ，Jason 可以對，Ella 右手，Ella 後面，你後面有個啊，點解我要提啊？要咩出一個啊？要撩啊！對啊，出嚟對啦，快去啦！好嘢 ，Ella 冇撩，前後腳，係咪？Jason 喺前休息打呢個隊中間先咯，攞咗7號啊，個7號攞㗎咋，而家幫佢㗎咋，你要知個7號啊，即係攞嗰個先。我哋開始啦，特別我哋開始啦，係啦，推出嚟家姐，車華準備，推出嚟啊！吉沙拿拉邊啊，準備啊！要俾中間家姐，俾車華得咯，好危險啊！俾中間，對啊，扭你啊！往後面半定家姐，好正我上波，係，對啦，拉邊啊，拉兩邊，係，車前，好嘢，慢啲。開始啊，早啲起腳啦！要贏，呢度要贏，攞波繼續 play， 拉邊啊，拉過嚟右手，拉過嚟我呢邊，慢啲！要撩啊 Kara！對得收，係啦，邊個收？翻去佢好嘅，咁咪防守好咯。要幫到佢啊 Ella， 佢7號巴住 Jasmine 啊。嚟翻 Kara， 追到尾。企定，家姐冇撩，企定，追到尾，尾柱出啦，尾柱，出嚟半隻有個小半隻。好嘅，防守加油！一個，Jasmine 你班隊長。係，好入去啊！半隻 Ella， 望半隻後面 ，Kara 你望半隻，左前，企定，嗰半隻企定，係啦，呢個企翻去前面，右中左後面，係啦 ，Ella 可以對啦，半場線啦，隊長 Charlotte， 點睇 Ella 啊？咩隊長啊？係啦，好嘢家姐，接波，對。Kara 對，好嘢！隊長啊 ，Jason 右邊要贏啦，好嘢！翻嚟啊 ，Jason 企翻中間得㗎啦，係。Ella 沿住條邊向前走，唔好入中間咁多人塞住你，向住條邊走啊嘛。係好嘢，good ball Grace， good ball， 好嘢！出嚟啦，收嚟睇翻 Grace 啊！要對啦，追到未啊喂！要對啦，係咪射程範圍啊？嗰個練習邊個出嚟對？Ella 翻人喎，我哋波7條後，我哋波咪人哋波7條後。Jasmine 後面尾柱啊 ，Jasmine 後面尾柱，馬後啊！我哋波慢啲，係。拉過嚟呢度。有冇6-3啊？夾睇住 Ella， 可以啦。係，我哋波啊，追到尾。繼續。企定，車輪搶。冇一擺係俾人過啊！追到未啊 ？Jasmine 你追到未啊？呢個比波啊！係。走啊 Kara， 好嘢！企定，唔使追啊家姐，翻落去。Jasmine 背嘅7號。
企定，企好啲位，左中右邊好，背脊啊，提佢，提邊個掹7號？你哋得，記得。近啲嘅 K 華半場線啊，俾力，好嘢 K 華。7號啊，又掹唔到7號，對啊 Ella 對啦，半場線啦 Ella 對啦，再贏啦，贏啦，1打1，1打1，1打1啊！射要入啊！後面3個，嚟多啲，後面3個，提多啲掹個7號，提多啲個7號，個7號係咪可以同我個角色啊？走嚟，所以你提前面嘅幫你遮咗先有咯，你提多啲你就冇壓力㗎啦。佢就係7號就原來你練習係我啊！企定，睇射啊 ！Jasper 睇射啊！簡單。好嘢喎，繼續，追到未？佢扭你啊！企定時候咧，過咗步，係過咗步，逼佢落底，係追到未啊？你好嘢，開步，我哋杯，係咯，幾多嘅？嚇？我哋杯同你好明顯喎，呢條波。加油！一比高球啊！加油！睇波人執啊！擺喺度人哋清出咪得咯，左防守。跟到啊，得啦，你跟啦，揾7號 ，Kara 喺嗰度啊，7號，企定，係啦，俾佢攞啊，唔緊要，攞佢啫，係啦，7號 ，Kara 要對啦，佢俾7號啊，佢揾咗7號先啊，係啦，Jason可以對啦，佢俾7號啊 ，Kara，係啊，喺度得㗎啦，係啊，Jason對，好嘢 ，Kara 攞波 ，Ella 攞到啊，攞到你3個，冇驚咗先啊喂，你攞啲啊，曬個限定咁多。我袋都冇跌，係咪？係企定，唔緊要企定，7號，追埋前發啲 ，Kara 7號啊，俾7號啊，俾7號企定得啦，係，對啊，Jason對，yes， 繼續企定，唔使搶 ，Kara 喺呢嗰度，7號喺半場線，企定，係，哇後面家姐，係啊 ，Frank 提個家姐有冇啊嗰度？好驚佢 Ella 快過咁多，你撞我都唔會跌，係咪？係啦。對 ，Kara 對得啦，唔使搶，對，佢扭你啊，係，我背脊啊 ，Charla， 你我背脊咗嚟啦 ，Grace， 笠翻落啊 ，Grace， 笠翻落啊，太上啦，好嘢，班人，7號係他嘅啊，7號係他嘅，係，保護龍門家姐，保護龍門旗，係。開步，我哋波慢啲，我哋波，係啦，係。慢啲啊，翻嚟。慢啲，喺後面攞。打咗就得啦，打咗就你入嗰個線㗎啦。打嚟講，打嚟講。得啦，得啦，Ella 贏係喂 ，Ella 你隔一步喎，一步喎，係啦，俾嚇，係，我走得啦，係，我記咗先得嘛，係咪？要搶到波咯，係咪？3個啦已經，冇俾佢哋3個啦。好嘢，冇壞，Ella，不如我哋咧個球翻人，翻咗人先，翻人個球。Ella 要對啦，對啦。又啊，企得，係企定前啲，前啲，望住出嚟，喺後邊，出嚟對，係，簡單，攞個波，攞到啊，你攞到啊，攞個波先，係冇壞，俾我啲啊，出差啲，快啲，即企個波等，過後路個波。佢俾插咪啊，俾插波你早啲甩佢，俾唔到啊，俾啲，係，翻落嚟啊！轉個右環傳俾你，係啱啦，7號喺呢度啊 ，Jack 你睇緊場啊，係啦，提得啦，係，引到你翻呢個啦，到你翻呢個，未過半場咪企定咯，企定，係，簡單 ，Able 定，係，慢啲，係，唔好太上啊 ，Kara。開俾一聲，係追一開，
見啦，係。